今晚咧就係我都係學嘅嘢嘅啫，咁咪希望大家去見諒我唱呢首歌曲啊，咁啊俾多啲鼓勵下我啊，多謝晒。咁啊接住第6首歌曲嘅歌名係《龍女洞房》。咁啊故事內容咧講啊書生柳毅考完試之後咧，翻鄉下途中咧巧遇啊龍王女兒三娘。咁啊柳毅相同咧就同龍女身世咧好佢哋嘅遭遇咧。就係帶着龍女嘅信咧，就係物件同埋交還給龍王嘅。咁啊，因此咧就係救咗龍女啦。最後咧，佢哋結為連理。咁而係洞房之夜嘅情景係點咧？大家聽下就知道啦。為我哋去演繹嘅就柳毅係何秀鳳小姐，而龍女三娘嘅係寶蓮小姐。咁啊，請大家細心去欣賞。有請兩位。中啊
劍仍敢藕斷，思念借解實無謀。向從詞無名啊，毀我負情。娘子又嚟啊！劉郎又嚟。哦，衫乜嘢啊？係，我係話三鼓已敲，人寂靜，奴妻你久候，我意難安啫。夫郎多飲3杯酒啦。點解呢？而家都未打，說3更咯。哦，乜原來仲未打2更嘅咩？你啊？咁我確係食飲多咗2杯咯。劉郎，何故你此罪如痴，不識姥姥之面啫？只因為妻啊，你個花容月貌十足似乜嘢啊？似世外嘅神仙啊！蒲柳之姿，又豈甘與仙姬爭艷呢？當之無愧，因為你仙即是仙。我唔係話你耳聾，我話你姓龍嗰個龍啊！我係姓盧啊，連恩八字寫得清清楚楚，才入你門㗎。我知道你姓盧嘅。咁點解你又話我係姓龍呢？係因為讚美一個人，往往以龍為比喻啊嘛。點見得啊？乜唔見得啊？多到極啦！嗱，譬如龍行虎步啊，矯若游龍啊，龍頭鳳尾啊，仲有龍馬精神添啊！你真係會講笑話㗎啦！無需知識有幾分，
柳生福分薄，難忘結仙緣。說你像神仙，因為你似仙容貌豔，更因我曾見過。你見過乜嘢啊？見過史上畫事嘅華中仙，講到我舌敝唇焦，娘子啊，你都無謂再問長問短。生疑念，此身如在龍宮殿，與龍君歡宴，飲傾言。公主心情將酒獻，點解此情此景，今夜重現在目前？莫非你就係龍女三娘？與我係未斷。我邊一個龍女三娘啊？三娘。你唔講我都知道咯。
雲山水深遠，推窗作賦平常事，遙觀星望月，只得好句妙亂。此時有聾人看見笑語雲，你請聲推開遍，夫妻相妻雙手更相助，有時我困又將妻欺我心中羞愧你咁多言，量我胡言一那片，更量我一生正直行為並無不見。龍家龍女龍聲出自你，以後縱說明了，夫君逝去有段情緣。乜嘢情緣啊？泛泛之交而已。泛泛之交。係咯。劉郎，你講完三間講神仙，講完神仙又講龍，忽然間又講咗個龍女三娘，而家又吞吐其詞話，人哋話柳毅磊落光明，原來係道聽途說嘅。説之容易，但不許你有絲毫道義個噃。咁你但説無妨。娘子請聽啊！知你愛我心馬堅，不怕攤懷相見，有一個木啞羊龍女，學我柳毅把書傳，令到佢骨那肉那團圓，回宮殿就在龍宮設宴，大眾喜地歡天，嗰個龍女三娘還仲向我含情，將酒嗰個龍女三娘，佢獻完酒，後嚟又點樣啊？佢皇叔將赤誠獻酒為媒，逼那分卷。唯獨我有苦衷，佢卻良緣。劉郎，到底你有何苦衷呢？我憐他遭凌辱，才有仗義把書傳。
若與佢結婚盟，於義於名成有損。何太因知否苦殺了禪淵？他有義，我又豈無情？實在我無上朝思，都是把伊人緣念心悔失言娘子幸勿見怪呀！婁郎，我係同你開玩笑咋。開玩笑？原來真係你呀！妻呀，你果真是洞庭龍女，愛我都可謂情比金堅。今日玉釵正好配玉環，不負當年愛戀
有負對我真心相愛貌美有賢良勝過天仙。